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文博览会。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课程，阁有台语开讲会、台文读册会。若是有兴趣想要参加的朋友，拢会当有这个 QR code 来参加咱的活动。咱不三时嘛会出现伫各种活动市啊。若是大家有看到阮，欢迎大家来找阮报道。过来就是咱2024前半冬即个活动是主要咧紹介台文作家系列講座。主題是認捌台文作家陳明仁先生。今仔日是進行到4月份，陳明仁作品的外譯甲行銷。刷落去5月份是陳明仁讀友交流會。以上遮的活動攏是線頂，都會當參加。不論你佇什麼所在，只要有網絡，時間會拄好，攏會當來參加阮的活動。6月份是陳明仁的文學作品出版，這是實體的活動。若是有對遮的活動有興趣的朋友，攏歡迎，就是來報名參加。過來是台文假使面，台文假使正解使用撇步大公開。這是吳希美先生，這個主持人直接來這個紹介拍台語輸入法，還有找台語書典。時間是4月15，明仔載8點到10點半。這嘛是線頂的活動。若是有興趣想要了解這個輸入法，還有找台語書典的朋友，歡迎你有這個 QR code 來參加。刷落去是全民台語認證加強班，會伫5月18開課。逐禮拜6禮拜早起9點到12點，總共有8擺。是要互咱有台語認證會當加強。若是有興趣要參加的朋友，也是歡迎你會當有這個 QR code 來報名參加。這個活動攏會伫咱線頂，會當敲找到。若是你拄則未有 QR code 的朋友，也是會當伫 Google 敲找台文博覽會，就會當找到咱的IG、Facebook、YouTube， 還是講 Linktree，只要是有阮的所在，你都會當找到咱的活動。好，過來是咱今仔日就是主題2024台文作家系列講座。台語文學作品的外譯甲行銷。咱今仔日邀請的講師是這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蔣友文教授，嘛是咱台文筆會年刊的執行編輯。還有這個空的阿亞桑，伊是這個王玉蝶博士的查某孫，嘛是咱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工作者，嘛是這個陳明仁台語文學選集日文版翻譯者，還有是 NPO 台灣社員會事務局長。刷落去是這個信吾吉田さん，本身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助理教授，陳明仁台語文學選集日文版翻譯者。再來是這個 K 塔拉さん，本身是日本東京大學台語講師，閣是這個東京台灣教會主日學台語白話字班教師，台文通信網報日本聯絡人，閣是這個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中央委员这4位讲者来替咱小解。咱来先是请这个空岛阿雅上。大家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人问讲啥？最近系三年当那边嘛？我是空岛阿雅。三年当那边嘛，就是我的山顶名，山顶名字。今仔日真欢喜的当来遮演讲。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敢有分享有看到吼？以后要安怎推动台湾作品互全世界？请多多指教。安尼我来准备吼。拢总有5个内容。真想要讲的，上想要讲的就是第3，搁第4。先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即马伫日本的读属大学伫教日本人台语，搁伫 YouTube 内底发表影片，拢是为着推动台湾本土语言。因为我硕士的时阵研究的是原住民的历史，所以我小可会晓讲原住民语、文语，文语就甲你啊，嘛就是文语。当然台语、客语，搁原住民语拢是真重要，所以我想要推动所有的迄个本土语言。我是经验台湾社文会事务局长，搁设计者。我透过迄个台湾的这个吉祥物来推动台湾本土语言。这个内底 QR code 就是我的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大家点阅迄个频道。这是顺续分享今年的外国语，读属大学的外国语讲座的学生的人数。今年咱的台语有影真高哦。第二做韩国语，嘛敢若有16个学生啊。不过咱的台语有40个，有影真济呢。所以咱会使挑5。好，第2个就是迄个陈明仁老师的文学选的日文版出版的意义。这个意义，迄本册出版的意义有影真大。第一，一个台湾翻译做日文的文学作品，搁内容嘛真趣味。第3是真重要，因为迄个内容的背景搁题材拢是台湾才有的庄脚搁百姓的生活为主，我想迄是真重要的。因为安尼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台湾的特色。搁第4个嘛是共款，题材甲台湾的历史真密切，所以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台湾的历史的较复杂的迄个过程。所以迄本册意义有影是真大。这是我翻译，我负责翻译的迄个戏剧内底这个场面，这个场面真趣味，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吼。我来念迄个日语的部分。先说明一下吼，这个陈文先生是台湾人，这个时代是228事件发生的进前的迄个时代，所以伊完全袂晓讲中文。迄个会教迄个解说员是为中国来的人，所以袂晓台语。中央迄个福州白
伊是为福州来的人，所以伊会晓台语，啊，个会晓华语，拢会晓的啦。吼，安尼我来念迄个日语的部分了。俺がまたここでまた一杯おごってやるなんて、チー豚に野菜あるのも同然だよ。チーこいつは豚に食わせるって言ったな。俺が台湾語全くわからないと思うなよ。こいつは俺のこと豚扱いしやがった。すぐにひっ捕らえてやる。いえいえ、彼はチーティーって言ったんです。甘いかどうか試し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意味ですよ。彼はあなた様に一杯サービスしようって、そうしてるんです。なんだ、それならまだ話はわかるな。このブスラバカめが、官員を敬う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んな。何が官員なのさ。あんたはクワガンなのかい？このワンを触らせてやったらもう使えなくなっちまうな。ほら、これ食って考えになるといいさ。就是安尼，内底迄个外音、台音、台语甲华语的台音，真济，所以真趣味，有影真快学，真趣味，所以吼，就是安尼翻译台湾文学的时阵，注音真重要。拄则迄个哪熟个字，即个部分，市滴啊个水滴啊个市滴，迄拢是日本的习惯注音，用卡达干那来注音。毋过吼，即马真侪日本人受袂着用台语来注，敢若迄个所以用华语来注音安尼尔。大家拢毋知影要安怎查台语词典，所以比如讲，即本册，学校，迄本册内底的台语词嘛，拢是用华语来注音，所以我看起来是足怪怪的，连迄个多教的词嘛是拢用华语来注音，毋知是为虾米呢？若是即个人毋知影要安怎查词典，安尼就会使去甲台湾人的朋友看卖请教，安尼就好啊。所以连迄个代志嘛拢毋去做，无去做，安尼我真讨厌即款精神啊，所以大家拢毋知影台湾有台语的迄个存在，真可惜。真可惜。好，即马是第三，我真想要讲的迄个题目主题。台语翻译多位有困难？我整理一下，大概有4个原因问题。第一，毋知台湾社会的背景的人无法度翻译，这是真当然的代志啊。翻译台文作品的人应该爱知影台湾的社会背景，不过，咱台湾的社会背景是真复杂，政治嘛真微妙，迄个多元的语言啊、民族啊，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等等。不过，伫日本，知影即款代志的人有影足少，介意着台湾的人是真济，有真济，不过知影台湾的迄款代志的人足少，也真少，第二，台语甲华语，拢真熟的人才有法度翻译，因为即摆台文作品内底嘛有真济迄个华语的语词，个台词，个拄则嘛是共款迄个台语甲华语的谐音、外音嘛有真济，所以吼，应该对华语嘛真熟的人才会当翻译。
台湾作品。迄是对外国人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啊，爱是这是真困难的代志。第三，原文加用口语，所以翻译需要的日文能力真悬。迄毋是干那讲着台语的代志呢，所有的语言拢是安尼翻译的时阵需要的迄个母语的能力是足悬的。尤其是台语，所以翻译的文章表现嘛爱真认真，所以需要人力，亲像是作家同款的迄个需要像作家同款的创作能力。所以袂使看迄个人的母语是日语，所以就应该会使会晓翻译，迄是袂使啊。应该爱看迄个人的迄个创作能力，书写的能力真悬的人才会当做翻译。第四就是台日书店也未完整，无方便。这有影是足大的问题呢。迄个虽然无有做台语，这个真方便的书店啊，台币先生的迄个我真介意这个书店的书店，不过迄个系统参考的迄个台资书店是较旧的，所以欠即卖的迄个现代的语类语词，比如讲是东岸啦，迄个富家，个分众博馆啦，迄款是无法度是无法度，毋过我万早一日，咱迄个有一个较完整的迄个台资书店，安尼较方便，安尼才会当做回来翻译。好，安尼第四题目就是以后要安怎推销台湾作品互全世界？我想办法有三个。第一就是这是小代志，印刷原文，个放上声音的 QR code。因为看到迄个翻译做的文章，安尼就看袂出来，迄个原文到底是台文还是华文？因为伫日本，真少人迄个台语甲台湾华语的差别，分袂出来的人有影是真济，所以我建议国家一份原文甲图片的 QR code， 安尼才会当互更加侪人知影迄个原文是台语。第二个迄是真重要，欣赏更加侪内容超级趣味、主题有现代性的作品，因为伫日本，台湾文学也是真冷门，真可惜，毋过这是现实。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在做迄个日本唯一专门做台湾文学作品版权代理商，叫做台代 Books，迄个公司的名叫做台代 Books，成员伊讲提出50份的出版计划，其中敢若有7份是互接受的，所以迄算是有影是真冷门，所以咱就要会记哩这个代志哦。所以内容一定爱超级趣味，主题嘛一定爱有现代性，安尼才会当对就是时代吸引现代人的兴趣，
嗯，好，这嘛是真重要，加强主办补助金甲培养翻译者的系统，因为迄爱参考韩国的课程，即马吼伫日本韩国文学真有人气，真受到欢迎啦。为虾米呢？迄是因为这是这20年来韩国政府做的迄个政策的结果。迄个政策的名叫做透过文化提升国家形象。迄个课程，迄个课程是啥款课程呢？政策呢？迄是第一是对韩国文化出版补助，包括迄个出版商啊个翻译者，因为迄个补助是有影真济，若是想要出版韩国的文学作品，安尼就迄个海外出版社会当得到12万台币补助，啊个翻译者嘛直接为迄个韩国政府会当得到迄个补助金，安尼算是真大的鼓励，有影是安尼。啊个迄个韩国政府真重视翻译者的培养，因为翻译文学是真歹做，若是原文遮尔啊好嘛，翻译做的文章无好，安尼就无法度互人分享迄个原文的水，所以吼，韩国政府真重视迄个翻译者的培养，个伊设立一个韩国文学翻译院，即个专门的组织，安尼就培养外国人才，写做翻译人员。迄个外国人会当接受迄个专业的训练，就迄个学费是足低，价低，迄个入学金敢若2500的台币安尼尔，迄个挂单的学费嘛拢免钱我也真欣赏嘞。所以我想吼，咱台湾嘛会当安尼做啊，所以结果就是我的结果就是第一，望大家继续拍拼写内容超级趣味，搁主题有现代性的台文作品。第二，请大家向文化部建议加强出版补助金，个培养翻译者的系统。OK， 跟得等你的作品咯，感谢大家努力。好，咱多谢阿亚桑，安尼刷落去，咱请这个信吾吉田さん教授来接刷落去，甲咱小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玉石啦。真感谢这位阮老师的邀请，还有工作人员的安排。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做发表是我的讲言。毋过当时我嘛有一点紧张的。我今仔日尽量要用台语来讲话。所以凡说嘛有小可听无清楚的部分，请大家多多包涵安尼。佫有一件代志，我的新会室咧吼，我去年的时阵有参加师大主办，就是就是师范大学主办的工作坊。伊的题目甲今仔日伊共款嘛是以台语文学的外译安尼，所以我等下发表的内容其实甲迄摆差不多的，所以假使今仔日若有观众朋友有捌
有捌参加过迄场工作坊，应该会听较无聊。这点我先甲讲真歹势。大新，我想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好。我即马伫咧日本的一桥大学做研究。我的专业就是为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台语安尼。最近在做的研究内容有台语的文字化，还有较少年世代针对台语的语言意识安尼迄款的。我即届互因邀请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即份工作的关系，就是甲当兵人台语文学线翻做日语。这是包括我甲头拄仔做发表的讲座上，拢总4个人做伙翻译的。日语版的册名是《台湾我的歌的日本노다》，意思就是用台语来唱日本歌。即个册名的原因，是因为作品内底定定出现迄当时用台语来翻唱的日本歌的关系。亲像头拄仔讲座上讲的，这是日本头一本翻译出版的台语文学作品。而且像我头拄仔讲，翻译并毋是我平常时的专业啊，所以我伫翻译的过程当中，拄到种种的问题甲困难。不过，我认为社会语言学甲翻译这两个领域，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翻译的经验，互我受到足侪代志，甚至思考翻译少数语言文学的意义。所以，这个发表主要是要讨论甲分享迄段经验，过来为着将来台语对我发展做淡薄仔贡献安尼。安尼讲到本地进程，我想要甲现代日本社会的状况小概互大家了解一下。这是阮兜附近的一间册店翕的相片。这个册架内底有大家看到这个台湾语的位，台湾语毋过真少看内底册名，就发现讲有一寡叫台湾语，阁有一寡台湾华语这两种。基本上台湾语是指所有的台语，台湾华语就是台湾的中文安尼。毋过这个有一寡叫做台湾语的教材，内底内容嘛是台湾华语，就是台湾的中文，所以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迄种状况。而且只会叫台湾华语的册，台湾华语的教材是最近才出现的。我较早来这间店的时阵，是敢若叫台湾语的册尔，所以伫遮的册嘛无遮尔济。因为大概这10年来，伫日本对台湾有兴趣的人愈来愈济台湾华语这个语词嘛出现啊，所以即摆的进行，我感觉至少比进前算较好一点嘛。毋过这两种语言教材有望放弃台湾语的位，这代表讲大部分的日本民众连台语甲台湾华语的差别拢分袂清楚。阁有台湾人平常时有在使用虾米款的语言嘛无啥了解。这种状况，我感觉有够歹势，嘛对不起大家。毋过
这就是日本社会现实啊。啊，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因为日本有即款的背景，台语文学翻做日语伫日本出版，即桩代志本身就有价值咧。就是讲会当互多数民众知影台语即个语言的存在。啊，毋过伫阮翻译的即本册，原作者陈敏仁先生其实安尼讲的，伊讲我家己写作是为着要互看有台语的人看，所以真侪语词语感，因会紧地讲其他语言的人应该拢无法度了解。若是翻译台语的情感、美感会消失去。老实讲，我原本无爱互人翻做外语。我认为伊所讲的，应该就是伫翻译研究内底常常讨论的，这个不可共量性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指示性层次顶悬的不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英语讲 incommensurability， 就是讲要翻译的时阵，两个语言之间找无同量的意思，就是无法度找到意思完全共款的物件。啊，社会指示性的意思就是一个语言伫迄个社会内底扮演的角色。啊，是讲一个语词伫迄个社会的脉络当中，会只产生的意思，啊是语感。比如讲，台语甲日语的社会处境，嘛是甲伊无共款的，会差足济。目前台语伫台湾社会算是弱势语言，书面语的领域差不多拢互华语独占哈。所以，伫台湾用台语来写作，迄文章自然会产生特别的语感和印象，亲像新鲜啊、亲切啊、好笑啊，还是讲真错落啊迄款的。毋过迄种感觉吼，是敢若生活伫咧现代台湾社会的人才会当感受到的。所以，准讲甲翻做日语嘛无法度互日本读者体会。若是亲像陈明仁先生所讲的安尼，台语的遮个物件，阮拢无法度传达互日本读者。那安尼，阮要做翻译，阁有啥物意义？还是讲，要安怎翻译才有价值咧？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过足久。当然，这毋是有过一个答案的问题。毋过即摆我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安尼，就是做即份工课的时阵，毋若是台语换日语迄种单纯的语言翻译尔，要甲即部作品为台湾社会的历史背景，刷载去日本社会的历史背景，安尼想。刷载即个语词的华语翻译是移植。我感觉即个词介适合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甲作品刷载到底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台语伫台湾社会内底的语感是无法度完全翻做日语，阁有台语文学伫台湾出版的意义嘛是无法度直接摕去日本的，所以我就要创造出新的意义。台语文学伫日本社会的脉络当中，伫迄个脉络当中出版的意义，甲表现出来。我开始想讲，这就是阮的使命啊。
我采用的躯体方法，我刷落来要解说一下。其实对日本人来讲，台语并毋是无地代的语言，因为经过日本统治半世纪的历史，台语内底有真侪日语来的借词，而且一寡台语文学作品，即种日语借词的出现率特别悬。陈明仁的作品嘛是安尼。所以我翻译的时，见若拄着日语教词，拢是注解讲，这是为日语倒一个意思来的。我伫遮举一寡例啊，歹势，这个部分，这个日语字，应该受细了，大家拢看无清楚，这第一咧。这大家应该拢知影诶，乌多摆迄个词，我甲翻做乌多摆，就是即个部分。后壁解说讲这是日语诶借用词安尼。毋过原本日语诶发音是乌多摆，乌是迄个乌是长音、长音、夹音、扭长诶迄种。毋过即个部分片假名，我调工拼做低音，乌多摆，安尼较接近实际上台语的发音嘛。我是希望讲，读者会感受到台语化日语词的声音。过来第二个这是缅花，是会面的意思。因为这是透过汉字借用的，所以我用括号来甲强调，这是日语来的汉字借用语安尼。刷落来第三个，这嘛是足有名的沙西米。这个日语一般是用汉字来写做刺身，就是这个字。刺身吼，刺身这个字，毋过台语也是直接借用发音沙西米安尼，毋是透过汉字，而且沙西米这个词本来就毋是汉语来的，所以刺身这个字是用汉字的混读训读有倒过来的发音倒过来的字啊。所以我伫遮无用汉字，用片假名来写，沙西米，因为伫日语内底，片假名主要是用来写外来词的。我就是想要互日本读者，感受到即个词对台湾人来讲，是外来词安尼。上尾第四个，这是湿水的孔吼，这个词较特别，因为伊本来是汉语来的，所以甲拄则沙西米无共款，所以日语当然嘛是用汉字来写做这个字干涉伫遮吼安尼写的。甲念做空伊咯安尼。毋过台语借用的时阵，煞无透过汉字直接借用发音，所以我伫遮翻译时阵嘛是用片假名来写空，表示这对台语来讲是外来词。我安尼做一个理由是，我毋望讲，即种形式会当互日本读者感觉亲切。毋过，毋若是安尼，我嘛想要互因受到，日本甲台湾之间的交流，迄个交流当时嘛是殖民统治的历史啦。
若是为着要了解受兵统治的历史，我着安尼尔，当然无够啊。啊，毋过台语的即种借书，确实是迄段历史的证据。啊，对日本人来讲，伫咧家己无熟悉的语言内底，看到真熟悉的语词，我认为即种发现会互阮思考的机会。因为当初我家己开始学台语的时阵嘛是安尼，这是干那生活伫咧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才会当感受到的代志。而且，就参像我一开始讲的，即马一般日本人对台湾的了解也无够深，就是因为安尼，日本人才有需要思考学遮的代志，我是安尼想的。啊，即款的做法虽讲是小可代志尔尔，啊，毋过我相信，安尼做，会当创造出即部作品伫日本社会出版才有诶意义。也就是讲，甲原作伫台湾出版诶时阵无共款诶意义来。这就是我所讲诶，甲作品诶所在诶意思。好，另外我嘛是要讨论翻译这个小迄字的时阵的经验。我迄个时阵负责翻译的部分有一篇叫做小迪啊掠牛，这种故事。我当初甲这个小翻做去七个，呃。但是出版社无要用即字，是因为1970年代伫日本有人批判讲，这个意思有包含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所以后来互人号做差别语，是放上禁止用语。日语的差别意思就是歧视。放上禁止用语，就是公共媒体是广播顶悬袂使使用的语词的意思。所以，这个词一直到现处时，算是禁止语、禁止语。这件代志，我当然嘛知影。毋过，其实日语的起始个即个意思，较早嘛有形容一个人对某一件代志，投入甲受超过的用法，就是很疯狂的爱某件事情的人的意思。比如讲，日本甲台湾共款有足侪爱看野球的人。内底有一寡程度小可过分的人，较早就号做野球起即个。野球日语嘛是讲野球，其实这嘛是日语的借书嘛。其实这个用法甲伫遮伫日本册内底用的小改成呢，因为这个小迪是一个非常爱牛的人，所以才互人叫做小迪安尼。当时我感觉台语的小，即字嘛有当时有小可歧视的语感，所以即两个意思，原本的意思其实有够接近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印象甲了解，所以我嘛想要听看卖各位台湾朋友的意见。好，尾阮决定安尼做，就是即字头一摆出现的时阵，甲起即个甲小有写做伙，就亲像安尼，就是伫遮起即个即个日语的边用片假名Ruby
来拼台语的发音。而且伫挂号内底，佫添一寡注解讲，虽然有人有甲人看袂起的意思，骂人的时阵，定定用着安尼。刷落来第二摆以后，出现的是直接用下午拼台语的发音，无用日语的记字个迄个字安尼。所谓骂脏话，就是骂人的垃圾话，甲日本的即种差别语，就是歧视语言，即两者的界线到底是画伫倒位咧？日本的社会语言学家田中克彦，伊是安尼解说。差别语就是针对一个群体有现成刻板性的印象特色的是，用伊的名称来甲个人勉强归类的行为。毋过，即个区别有当时嘛无啥清楚，而且亲像即个台湾甲日本的咧安尼，每一个社会的历史背景甲语境嘛有影响。我的印象是，日本对即种语词用字的问题特别严格。台湾敢若无遐尔敏感的款，对我来讲，毋过社会歧视的问题，其实日本比台湾搁较大。我感觉针对少数族群的态度，台湾较宽容、较包容。所以透过翻译即种语词，我得到客观思考家己的社会的机会。其实这嘛是足宝贵的经验啦。所以根据这个经验，我认为讲翻译毋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有创造性的行为，嘛是无共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甲接触安尼。上尾我要绍介一个日本的一位翻译者的一句话，伊甲一本法语的册翻做日语，拄着足侪困难，到尾安尼讲的，伊讲，若是即个翻译也有啥物路用，迄应该是因为伊会提供直接看原字的时看无的无共看法，佫产生啥物效果？我嘛毋茫讲，阮即摆翻译当名人先生的册，有甲啥物效果带互日本社会？我今仔日发表的结论就是安尼。感谢大家，落力。多谢，尤其大上替咱小解哦，我这翻译学问确实真正足深的。好，咱下日去，邀请塔拉上来甲咱小解。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杜振辉。我应该是伫个内底年纪上老的。我1972年出世。我对头前两位足感谢，因为翻译这本册出版。我的背景是读语言学。我是安怎要读语言学？是因为艾亚桑的阿公王玉德博士写的台语的册，内底介绍伊的老师有一个是语言学的老师。虽然伊读的是中文系，伊嘛是互迄个语言学的老师影响着。我
无要读中文系，所以就去读语言学。啊，我要讲的内容是较接近生活的代志。开始讲，我今仔日去看医生的时阵吼，看到一个，即马吼日本足爱台湾啊！最近花莲大地震的时阵，有发生了后，日本的 Seven 拢搭为着要花莲大地震募款安尼，做伙看相片，稍等一下吼，这是我早起行路的时阵看到的一个中华料理店，在卖台湾叫做台湾的物件。我最近嘛去一间咖啡豆的店，迄间咖啡店足出名，是毋是台湾嘛有叫做烤地？迄间店嘛有做迄个台湾米的活动，这是烤地的网页，顶头有写台湾。遐伫卖足侪台湾的物件。尤其啦，周教授讲，伊较关心注音这个部分，我念看卖。像讲这日落汉、击败、优饭、都发，我调工用日语的音来念。乌叫字，遮侪项内底，敢若学叫才是台语音，其他拢是中国话的音。我伫迄间店嘛看到调味料，这互大家，请大家注意，这顶头有写英文字，台湾卤肉饭，这是卤肉饭，就是中文翻做汉语拼音在写。边啊有啥物咧？歹势，这毋是。这边啊是新加坡的肉骨茶，肉骨茶的罗马字是 BAKKUTTEH， 足像咱的白话字，所以新加坡的共同语是毋是英语？英语的国家，新加坡是吹杀北京话，所以伊遐的华人，政府是讲伊的共同的语言是北京话，结果这南福建话、河洛话会使互人看到啊。
毋过台湾咪，哪会爱用中国音来卖互日本？另外一个咧，歹势，这是网络，这是一个甜苦胖、甜苦仔的店 ，Mr. Donuts， 伊嘛介绍台湾的食物，这顶头写粉粿，粉粿，这是粉粿，不过伊度煮音的时阵用粉粿，粉粿，这个注音是我尊重，我强调，迄是错误的。句是安尼的音，伊是安尼的音，迄是句。咱知影迄念做是过，哪会变做安尼？是因为透过华语的思考的关系，可能是日本人知影华语的人换做日语，嘛有可能遐个人问台湾朋友，毋过介绍的台湾朋友是透过华语教日本人，甲日本人教。安怎讲咧？这是我感觉袂歹，有好的所在。有好的所在是即个字的边啊，应该有教育部的罗马字的款。手写字相片看无啥清楚，应该是写讲分过。毋过问题是讲汉字是安尼，迄个物件的介绍贵，迄个贵的字，台语贵甲贵有无共款，物件的介绍贵。过，所以无共音。毋过可能是日本人问台湾人的时阵，迄个台湾人对甲讲，迄字，迄个台语，甲迄个物件贵的贵的中国音要共。日本人若安尼听到安尼，就后一步是啥物款的动作？是可能会查字典。这是教育部的国语字典的贵迄字，遮有汉语拼音的所在。汉语拼音是 GUI， 所以看到这啊，汉语拼音是 GUI， 所以日本人都翻做卡那的时阵是句意。所以
伫迄日本普通的社会，看到台语是足罕得有的代志，足侪物件是用华语来介绍。啊，迄个罕得看到台语音，迄个音嘛无标准。进前就是讲，热天的时阵，迄个第24届世界台语文化营的时阵，爱亚桑讲，爱亚桑批评，所讲的花词文，爱亚桑，我对爱亚桑的讲话内底听到讲是发表内底听到讲是花词，会使讲是花词文。啊，即个分语，所以我这号做花词音，所以日本满满是花词音，所以册出版的时阵，嘛是定定看到安尼。足少数的作者，足少数的翻译者，会在意这，可能内底大部分拢即马聚集伫遮，所以即个即本册出版是足好的模范。安怎讲呢？这是上尾仔的所在，介绍作者。陈明仁，新美人是用日语念这个汉字，啊下骹有白话字，阁有日语的卡纳，边仔有日语的卡纳。陈明仁遐的姓陈，陈是 T 开头 ，T 开始，起头是 T， 所以日语是他，毋是他。作品内底，遮个像讲遮个人名，记滴水张落，记滴水，这拢是清音，毋是录音，所以我足期待讲，即款的台语、母语要安怎拼？台语若翻做英文的时阵，安怎翻？即个代志足侪人了解，尤其是做台湾甲外国的桥梁的人了解，像讲会晓日语，甲日本有交流的人，若要甲日本人台语安怎念的时阵，先查字典。是安怎安尼讲？因为找台语真方便，若是找台语，就会使查较早，虽然是较旧的，
字是可能有限的，毋过有，所以会使找到啥物，或者是拄啊伫咧找台语，找过迄字，中有过，就是安尼写。所以每一个台语的音节，要翻做日文的时阵，安怎翻，会使做参考。其实白话字嘛是会使找到，所以台湾的代志用英文还是西洋的语言来介绍互遐个朋友的时阵，嘛是会使用白话字，所以毋茫台湾社会重视甲台语的事实向世界传出去。其实文学的方面，我感觉，各有吹杀的空间。虽然2019年发行这本册，毋过我是小可怀疑，因为即马文学，愈来愈少人重视文学，这是我的主观的印象。所以，敢有日本的文学者介绍内底的作品，还是讲分析来陈明仁先生的文学？我有这个疑问。我有看到有小可迄个评论，这本册介绍，毋过文学研究敢有？我是较外行，所以无啥清楚。毋过我无看到，所以嘛爱有足侪了解台语的文学研究者，了解台语，搁伫个日本的论坛活动的文学研究者。上尾分享一个我学习台语的时阵的经验。虽然其他的搁较少年的人，搁较台语讲了搁较认真。毋过我学台语的时阵的困难，就是讲我爱骗台湾朋友讲我袂晓听中国话。台湾朋友若知影我会晓听中国话，因嘛会讲中国话，所以我调讲讲我袂晓听中国话，干那会晓听台语尔。
安尼则有法度互对方一直讲台语。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讲，台湾的文化、台语、台湾文学，伫个日本是甲台湾足有关系的所在，毋过也有足少、足罕咧看到，所以毋茫大家坚持讲台语，坚持做台湾的文学，甲外国人介绍的时阵，一定爱家己的母语去介绍台湾的物件，要求翻译人士翻译的时阵，莫用中国音，用台语音、客话音，甚至原住民话。以上是我的报告，多谢。多谢塔拉桑来小解甲咱小解刷落去，咱要请就是周教授、周文教授来甲咱小解。咱主持人，阁有咱3位座谈的艾亚桑、尤西达桑、塔达桑，阁有咱网络世界的所有者关心台语文的遮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今仔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甲咱3位日本的友志做伙来探讨即个台湾文学、外语甲即个国际交流啦接下来我着用一寡时间就即几年咱遮所做做一寡即个经验的分享，甲大家做一寡交流啦咱今仔日因为主题会甲即个阿仁较有关系，所以我着做以阿仁伊的即个做例来甲大家分享啦大先拄则咱3位日本的友志嘛有讲到即个阿仁即本册呢用台湾语来唱日本歌伫2019年正式伊的翻译版伫日本来出版我想这应该是第一本台语的即个台湾文学的作品翻译做日文踮日本出版啦即本呢当然上主要嘛是咱真侪咱台湾遮友志，佮有日本遮友志呢，大家出钱出力做伙甲用起来拄则艾亚桑嘛讲到呢照讲呢台湾政府特别是文化部应该加鼓励挂啦当然文化部进前伫郑丽君做即个文化部长的时阵伊嘛有咧催促总是呢即个力度还佫有限啦咱嘛希望未来即摆郑丽君会做即个行政院的副院长了呢，会当针对即个台湾文学外译即部分，会当佫互变做重点，有算会当加挂，特别是针对本土即部分会当加挂啦。华语的无需要咱伫甲推萨因自然就因家己市场的咱台语、客语也种原住民遮颠倒需要，伫即部分相对台语是上欠缺的啦，因为客语、原住民语因拢有委员会，因每一年预算拢比咱台语加足济啦客家一档有30亿，原住民有80亿因针对因的作品的外译的经费，其实拢比咱较济所以你看像阿仁即本呢，咱迄当时嘛透过台湾罗马协会咧做募款呢虽然这文化部补助，毋过咱民间出的透过台罗会去请的经费，比文化部补助较济啦这是嘛感谢咱即本册有4位的译者甲咱斗相共咱伫迄届即个册出来了呢嘛有办相关的即个
交流活动吼。咱拄则有咱3位日本的友人呢，讲的拢较针对即个翻译的细节的部分吼，迄部分拢讲了真好，我就无要去重复讲迄个翻译的问题吼。我较针对即个咱要来行销策略上吼，要来进行，会当甲台湾甲小解出去外国安尼吼。这是2019年阿仁这本册翻做日文了呢，咱伫日本东京嘛办即个新册发表甲交流啦吼，嘛真多谢咱日本东京遮的济友人甲咱斗相共吼。这是一寡相片，我互大家看一下吼，可能咱线顶的朋友话拄好，迄届无机会做咧去吼，当小看一下吼。这是咱阿仁倒手边，这是阿仁正手边，这是黄文雄先辈嘛是咱台湾真有名长期定居伫日本真有名即个先辈黄文雄先生吼。这是咱阿仁甲艾亚桑伫会场的相片吼。这是阿仁甲即个尤西达桑的一个相片吼。个另外这是即个另外咧，咱另外一位译者奥加瓦桑伊今仔日拄未拄好无法度参加即个座谈吼。咱迄届呢咱有办2届即个发表吼，有2个场地，一个是伫即个即个东京的台湾文化中心吼，另外呢咱嘛有伫即个另外伫即伊克布库洛吼，咱林银校长伊的即个台湾的迄个日本东京语文学院伫遐嘛办一个交流吼。这是咱即个林银校长嘛真斗相共吼，迄届嘛出真侪力甲咱斗办这活动吼。这是正评，这就是咱长期顶下咧住伫即个东京的咱的台湾的同乡林银校长吼。另外呢咱嘛有去即个日本的即个新店吼，看达外语大学甲因遐的学生做即个交流吼，嘛引起大家真热烈真热情的交流吼。以上这是伫日本的情形吼，会使算是嘛真热烈吼，特别是咱即届去呢，除了有册的即个交流吼，册交流算是较静态，咱嘛搭配着即个咱台湾的布袋戏吼，所以就加较热烈这嘛是咱的一个策略之一吼。咱伫即个交流当中呢，咱当然就是拢以台语甲日语为主尔，咱就无要透过北京话啦吼。这嘛是咱即个台文笔会，佮有咱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呢，由咱这边出国去做文学交流，咱的基本原则绝对无要用中国话啦。这嘛是足关键的，足关键的。目前呢，你若是政府呢，这我等下后壁佫会讲，若是政府办的吼，我都毋知安怎因头壳拢转袂过来，拢是用中文用华语，然后再去翻译做当地语言安尼你就互讲你就中国一部分你是搁伫遐解说解说足济，解说袂清人就讲你就甲中国讲共一个语言这尤其呢伫越南接下来咱就来看几件越南交流的相片甲越南的情形尤其对着越南人啦越南因是语言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因感觉你共一个国家就是共一个语言，你用共一个语言，你就是跟共国的所以越南伊会当坚持遐尼久2-3千冬来伫中国的帝国的周边，佫会当坚持着家己的民族的独立政治、文化、语言的独立，就是因为因相信越南人爱坚定用家己的越南话。所以当伊若看到台湾人用中国话，我咧讲，咱拢毋免解说，咱个你着中国的嘛，无怪人中国讲你台湾是伊一部分咱着搁伫遐解说无啦，台湾华语甲中国华语是安怎无共，安怎无共，你讲甲喙角全破人嘛是感觉你着中国你着是中国下骹的一个省尔。所以你也看，像我呢，若我带队去越南阮绝对是台语甲越南语2种语言并管并大做翻译人就拢免讲啥，人就讲恁确实真正甲中国无共
进前吼，定定呢，我去甲越南做交流的时阵吼，因有的人拢会想讲啊，台湾可能嘛是讲中国话啊，所以因嘛有派因的翻译，因的翻译拢是准备中国话翻译。啊，我这边我嘛准备翻译，我拢准备台语的，所以咱这边讲拢讲台语，结果因对方的译者、翻译者听拢无那共意啊，煞毋知影是啥，所以我就甲足简单的讲，啊，阮台湾人都拢讲台湾话啊，啊，阮会讲中国话是因为1945年中华民国蒋介石因来台湾。啊，霸占台湾，占领台湾，逼台湾人学中国话啊，所以阮是不得不学的，但是迄毋是阮欢喜甘愿的。我著安尼讲者，咱越南人就随听有啊啦。为什么因随听有呢？因为1945年的时阵，蒋介石嘛有派20万的军队去假借讲吼要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但是因就是想要甲越南占起来。啊，尾啊，当然要想办法，胡志明想办法甲赶出去啦，啊，所以呢，这段历史因越南人拢知，所以我只甲伊讲吼，啊，台湾都迄不希望迄蒋介石占领，啊，被逼爱学中国，人就随清楚啊，人就当理解讲，哦，原来恁台湾人特别少年人会讲中国话，啊，因为伊都为因阿公阿妈迄边被逼搁兼防洗脑啊，所以人就当理解啊，哦，啊，真正做效诶。逐届去，我若用台语，人就随当理解台湾甲中国无共啊。从此以后，因印象拢足深啦。台湾甲中国无共，吼。啊，结果咱的官方拢用中国话咧做翻译，这就是足害诶，吼。啊，咱即摆来看卖呢，这是即个2019年，共款吼，咱迄当除了去日本之外，咱嘛有去越南呢，吼。啊，这阿仁，啊，搁有我，啊，搁有几位咱。幼稚呢嘛，做去参加哈。啊，越南迄届呢，伊嘛有即个办即个文学的交流，而且是50几个国家吼，算真大场哦，伊国际性的即个文学交流哈。啊，咱去呢，伊嘛邀请咱上场呢，啊，开幕嘛，互咱去哩，啊，闭幕嘛，拢互咱去哩，哦。啊，迄当时中国驻越南的大使馆，伊嘛抗议呢。伊讲哦，他会使互台湾去哩，台湾都毋是国家，他会使邀请台湾，而且呢，伊讲啊嘛袂使囥即个车轮旗，中华民国国旗嘛袂使囥。但是人迄当时越南就甲讲，啊，咱这文学做朋友嘛，交朋友尔，啊，着逐个拢邀请台湾、中国嘛，拢会使起来啊，啊，结果迄当时中国就伫遐抗议啦，就伫遐张啦，讲安尼啊，台湾去哩，因就袂瘾去哩，啊，结果人越南讲。啊，数在你啦，要去哩毋去，数在你啦，反正都拢欢迎恁两个拢去哩。结果中国家己，开幕单退掉、退股，单退掉，无爱上台啦，含伊个5000支嘛无囥去哩啊。结果迄届呢，剩台湾上场，开幕剩台湾的代表，你看，咱台湾的代表就遮。啊，毋若安尼呢，伊佫甲即个车轮旗，中华民国的车轮旗，你遐看。伫正手边第二支，即支就中华民国的车轮，伊嘛甲囥起哩。虽然讲咱对即个中华民国车轮旗也毋是介欣赏啦，总是呢用这呢嘛会当表示啥？咱若坚持的时阵，咱若国内若团结一致的时阵，颠倒中国无一定稳赢的啦，无一定稳赢的啦，啊，这是迄当时的情形。啊，会后呢，因的即个。嘛邀请世界各国的即文学代表呢，啊去甲因的总统府啊甲因的国家主席见面。啊，咱迄当时嘛台湾嘛代表嘛作为出席啊，伊嘛无讲你台湾袂使去啊，咱嘛照常互咱去啊。你看像这上台迄当时阿仁啦、啊我啦几个代表嘛拢有上台。啊，咱上台去全部都是拢念台语诗，拢无要念中国诗。啊，这效果足好，有几下下在现场有个人啊，坐伫我边个啊，伊知影讲，这阿仁去的是台湾来的呢，叫伊是念台语诗，有个人就甲问我，恁台湾敢是讲中国话？安奈？伊是结果伊咧讲的迄是啥物话？我就甲解说，就像我拄则讲的安尼，台湾人其实讲台语的啊，中国话迄是被逼不得不学的啊，人就随了解啊。
台湾是迄个中国欺负的，就亲像中国咧欺负越南共款。咱若安尼讲，越南人拢随会当体会台湾人的心情，因为越南迄个中国欺负2000几冬啊，所以咱的心情，越南人完全会当理解啊。啊，过来你啊看啊，这嘛是哈，会场啊，各国的国家的代表拢有上台啊去念，包括日本台湾当时阿仁我啦几若个咱台湾的代表嘛拢有上台去念台语诗包括这咱像这是日本的友子嘛来咱遮教咱挨沙子教咱即个交陪这是即个迄届即个会议咱台湾团甲一寡外国的朋友安尼即个会议结束了呢，越南的电视台嘛拢会甲咱采访差不多大概拢安尼啦。倒若越南大型的活动咱若去，我若带队去落尾因一定拢会甲咱采访采访的是因拄开始嘛是因的媒体嘛想讲恁台湾可能是讲中国话，记者伊一开始嘛毋知我用越南话，就叫我讲用中文讲无要紧因遮翻译就好。我讲毋免，我直接用越南话直接甲你讲就好因为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伊随理解，伊讲原来恁台湾是讲台语毋是讲中国话我讲中国话迄是被逼学的迄也毋是我的母语所以伊就随了解咱拄则讲的这是2019年其实搁较早进前嘛拢是成功的案例就咱若出去用台语去做交流，拢是成功像这是搁较早2015年嘛同款你看迄届嘛是越南因办即个文学的盛会，有50几个国家去，我嘛受邀请迄当时我带团去，搁排伫第一排咧。你看伊迄嘛同款，车轮旗嘛是采出来呢伊嘛采出来过来像这呢，伫现场因伫因的文庙伫因的文庙伫遐办吟诗大会咱台湾代表像我证件，伊嘛是拢叫做台湾尔伊也无甲你用台湾 China， 伊嘛是叫台湾车轮旗伊嘛甲伊藏起来我嘛是上台去念包括去因的总统府嘛是同款台湾代表嘛是拢会当去哩这是尾嘛是同款伊的媒体嘛是拢甲咱采访以上呢，这是就是这几年呢咱去做文学交流啦除了阿仁伊的册之外，另外譬如讲像这咱廖瑞明教授伊所写台湾母语文学的发展的越南文版，咱嘛是透过越南合作越南作家协会合作，然后伫越南正式出版，用越南文要正式甲出版出来过来像这呢咱甲即个决战时代王艺明即个布袋戏的剧本呢甲翻做越南文踮越南出版这嘛是真好，互外国人互越南人会当知影讲原来台湾都毋是干那讲华语尔呢，佫有无共的佫有无共，特别是即本真侪越南朋友我送伊即本册了，因看了伊才发现讲原来恁台湾的历史是安尼甲因以前受即个因印象中对台湾看完全无共因印象中拢想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甲中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其实毋是安尼，因就加较了解啦咱是安怎会当达成透过台语咱要安怎来达成咱就是讲咱这方法策略咱要安怎来进行咱台语认真讲，咱算弱势，咱嘛少数，咱的成就无像英文，无像日文，讲迄真侪人国际上真侪人伫学，还是真侪人伫读台语，算抑是少数，非主流啦，抑毋是主流既然毋是主流的是，咱要哪甲宣传出去，咱哪甲撒出去，咱嘛袂当干那讲阿仁的册来拄去越南，要拄去日本，要拄去倒你硬共拄，对无你嘛爱互人的真心欢喜甘愿要来学当迄步数足济其中当然咱一方面咱来像拄则艾亚山嘛讲像韩国因这20冬来
你看因的戏出，因的文学作品真侪，真成功，尤其是即个影音的即个文化的产品呢，非常成功。咱咱台湾的少年人呢，东南亚特别像越南，嘛足侪少年囡仔，爱看韩国戏出，爱看因的即个文学作品的，作品，然后就安怎受影响，想要去学韩国话啦。各位，你看像伫越南越南人学韩国话的风气比学日本话较普遍呢。即摆伫越南啊，韩国话比日文更较受欢迎呢。迄就是安怎？就是因为韩国戏出，韩国的 K-pop 伊的歌啦，伊的戏出啦，就拢甲你找一寡烟头送，一寡较古水的、较水的，查甫查某烟头古水水，佮剧情趣味，跳歌、唱歌跳舞嘛好看，就吸引足侪少年人少年人就想要学韩国话啊。所以咱台语嘛是爱学习者啦，嘛是爱做者啦，过来就是讲，咱台语是弱势，咱要甲杀上国际，要杀去外国。有当时你若甲单方面，你要讲来你帮我翻译你甲我创啥人袂插你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啦，今仔日若越南人找咱台湾讲，我这越南作品偌好呢，你甲我买单，你帮我出版，你帮我安怎，大多数的台湾人嘛袂插你，敢毋是安尼？所以呢，咱的策略，我的策略就是啥？咱先甲人做朋友。咱先主动帮越南做宣传，所以像讲呢，伫搁较早进前，我就主动甲越南讲来你这越南的诗集、越南的文学作品，这真好我有读过真好，但是足可惜，台湾人拢无机会去读着，所以我主动就甲因讲来，像这呢，这陈润明，这越南真有名国家级的这个文学家诗人伊即本册我就甲伊诗集，我就甲翻译出版《见会人生》，我翻译就翻做台语版甲华语版，踮台湾出版。过来像这另外一本《金架头的江山》，松软尖摆，这嘛是这有40几个越南的，嘛是国家级的这个诗人因的作品，咱拢主动出钱出力帮伊翻译，帮伊踮台湾出版，因足欢喜的这会使讲近代战后。1945年到今越南现代文学第一届，互人翻译搁踮台湾出版，上重要是伊搁翻做台语，所以伊嘛足欢喜的所以无用中因就安怎，伊嘛替咱宣传咧，因伫越南因就开始替咱宣传，伊就讲好，因的作品呢，外销去甲外国，外销去甲台湾，去甲台湾因搁翻做台语甲华语，特别是台语，然后伊就搁开始介绍甲越南。观众讲台语甲华语是安怎无共巴拉巴拉，伊就替咱家己就替咱宣传就讲台语呢，就是台湾人原地无语，华语就怎介少去逼音逼音学的无形中你看，就甲咱的台语甲推杀出去所以这就是咱的策略之一，就是讲咱有当时以退为进，小退一咱先替人宣传一下。换倒转来，人就替咱斗做宣传这就是咱爱有的一个策略。有当时你莫家己计较讲他伊先替咱宣传，有当时咱先替宣传，咱得到的效果颠倒较好所以像咱这几年呢，咱拢有帮越南做这个工课，包括像讲越南现代文学、越南文化这个册，嘛同款呢，因为咱进前有做这，所以你看像廖瑞明这本。足无简单的呢，这内底会当顺利完全踮越南出版，这嘛足无简单。咱知影，越南是共产国家，因的出版是有审查制呢。你若无审查通过，你袂当出版呢。但是咱这本册，虽讲伊是真敏感的内容，因为内底讲到台湾甲中国的关系，佮讲到台湾要发展家己的母语文学，这是真敏感啦。但是因为咱有会甲咱斗相听的越南的友志，人就替咱排除万难，审查就通过啦。这就是啥？你也甲人交朋友，做朋友，人毋才会替咱斗相共。所以就是咱先帮伊推杀，了呢换因就替咱推杀，帮咱克服这个工课啦。
哦，啊，这是咱前几年咱帮伊办出这个新册了呢，啊，咱嘛办新册发表，啊，佮邀请因来台湾参加，你看因嘛拢足欢喜，当然因嘛拢伫咧报纸报啊，哦，啊因报是伊就替咱宣传啊，原来台湾的历史文化是安怎，台湾语言是安怎，无形中咱趁到的，哦，比迄广告费较济啦，你开广告费都趁袂着，都做袂到的效果，咱都拢做会到，哦，啊像这。啊，咱帮伊出册时，咱嘛办这个新册发表，啊，邀请因来，吼。最后呢，简单讲啦，哈，咱要安怎呢？甲台湾文学甲推广出去，而且呢，要安怎会当，互伊变做有机会变做外国的这教材？啊，这呢，我是感觉吼，有几个国家，咱是爱特别是譬如讲新南向，新南向，过来日本。甲美国，这是咱爱合作的重点的国家啦。因为这呢，拢甲咱上密切，新南向、日本、美国，甲咱上有密切的关系。伫历史文化、政治，也是讲国际关系各方面呢，咱为遮去做，效果上好，上有价值啦。开1块会当达到10块的效果啦。安尼若先为别个所在去迄效果有限啦。所以呢。来为即几个国家开始做，几点啦第一点就是爱平等互惠、双向交流的原则，过来加强即个文学界啊种学术界即个交流啦还有就是即个透过影音即个部分呢，文学作品毋好干那死言，拢干那用纸本的尔。咱知影这全球性的问题。即摆少年家，你要叫伊读纸本的文学作品愈来愈少。这全世界拢安尼，毋是干咱台湾安尼尔。因为即摆少年家拢惯势看啥，透过 YouTube， 透过遐影音的物件去看遐个作品。所以你若要叫伊读遐死言的文字愈来愈无爱读啦。所以咱的台语文学毋好干那停留伫咧死言的文字顶头尔，一定爱甲。用较活咧，较有创意诶，就是结合做影音，拍做底片，拍做即个电影，拍做即个电视剧，也是讲影音诶短诶即个唱歌譬如讲像越南，因即几年嘛有几个即个譬如讲黄腿林，因会甲因诶一寡民间故事，也是讲一寡诶以前诶一寡文学作品咧，改做伊诶歌曲短5分钟、10分钟，用安尼呢。去宣传旅游，等到会当引起足侪少年家会想要来看，所以这部分我是感觉，譬如讲像咱公共电视台语台应该来往遮尽量去拍拼加做一寡遮较活泼，会当吸引少年家，这是会当甲台语甲推上去的真重要一个关键啦过来就是讲各大学的台文系所家己嘛要检讨啦。爱进行国际化的转型的规划啦。过去咱的台文系所定位拢是啥？定位伫国内学生尔啦，拢是咧做国内学生的培训尔啦，毋对啦。咱爱学像人越南因为越南学系，因为越南学系拢是迄个校内底上国际化的啦，外国学生上济啦。结果咱的台文系拢干伫咧培训用本国学生做主要学生尔。你只要讲爱有。譬如讲有几个有一半要吸收外国学生，外国人来遮读台文的学台语，学4当了，伊就变做未来台语文学要翻译做外文的一个真重要的人才啊。譬如讲你若越南人，像讲为什么即几年咱成台遮人做足侪台湾文学的作品，甲翻做外文，翻做越南文？因为咱逐当咱为20当前，我就开始越南叫越南学生来训练。然后，互因台语，然后会当斗相共，甲台语文学物件翻做越南文啊。咱着爱做这个工课，毋好拢干那定位讲台文的就是讲台湾学生咧读的尔。这是咱爱做一个转型。过来就是政府，你的相关的政策嘛要推动。你爱有相关的一个政策推广台湾文学，甲改编做电影、戏出，还是这个音乐。然后向外推广出去，迄个市场会当成为新南向国家开始
因为台湾对这新南向国家相对来讲较有吸引力，咱先为这个市场啦，顾会在再个豆豆向世界各地传出去。韩国人就是安尼做呀，韩国人这20冬来，为啥会爬起来？伊嘛是拢先为东南才先爬起来啊，了才传宣传去甲全世界，所以咱就是爱学习啊。最后就是讲这个当然咱就是爱主动甲国内外尤其外国的这些学系团体老师，大家爱互相合作，做伙来推广以上因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这，留一寡时间，互大家做 Q&A 来做双向的一个交流努力，多谢。多谢周教授安尼即马开始，互大家甲迄个问题写伫迄个留话区咱实在主持人会替大家问问题即马咱趁即个时间请四位讲者休困者，然后呢放上即个咱来文博览会的活动。好，安尼，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课程，阁有台语开讲会、台文读册会，那若是要参加阮的活动，会当有即个 QR code 来报名参加。过来就是2024年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前半冬，就是真捌台文作家陈明仁先生，目前今仔日就是进行到4月份，所以去阁有5月份陈明仁读友交流会线顶的讲座，嘛欢迎大家来参加。6月份陈明仁文学作品出版，这个是实体活动，若是有兴趣，嘛是会当伫线顶。参加也是讲实体参加，只要来报名就会使至。好，过来就是台文假使面，台文假使正解使用撇步大公开，这个是吴希美先生教咱拍台语输入法，阁有这个找台语的台语书店，时间就是明仔载。4月15，8点到10点半。若是有兴趣的朋友会当有这个 QR code 来报名参加。过来是全民台语认证加强班，5月18开始上课。时间是伫个拜六礼拜早起的9点到12点。若是有兴趣想要参加。全民台语认证，会当来报名上课，这嘛是伫个线顶的课程。好，咱所有的活动拢会当伫IG 还是 YouTube 还是这个 Facebook， 拢会当找到。若是拄则你袂有这个 QR code 的拢会当伫遮伫迄个 Google 顶头去找。台文博览会，就会当看到咱上新的活动的信息就是就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咱的活动。好，安尼咱先来去看，就是大家有啥物问题要请问这个4位讲者我先再补充兼回应拄则咱日本有志。嘛有讲到啦，就是讲即个台湾语呢，真侪人日本人会甲误会就是台湾语甲中国语呢，到底是安怎这不只是日本人的误会啦，越南人其实嘛是误会啦，真侪外国人误会，但是这呢，袂使怪外国人这上爱怪台湾人啦，爱怪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啦，会造成混淆是中华民国政府造成的啦，伊家己造成的啦，包括咱台湾人家己造成的啦。所以构成的原因爱先怪咱家己
特别是中华民国政府啦，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为总统、为外交部、为驻外单位去接见外宾，拢用中国话啊。啊，所以人想讲，啊，恁台湾代表、台湾总统都拢讲这中国话，所以迄叫做台湾语啊，对无？啊，所以是咱家己造成的啦。所以我就足希望讲吼，赖清德即摆5月20要就职，那我若赖清德吼，讲啊粗略，恁爸一句中国话都袂瘾讲啦，咱着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的话就好啊。中国话拢毋免讲，行伊对无？迄会造成世界人一定会报的，所有的媒体一定会报讲，啊，这个总统吼，一句中国话都袂瘾讲，人就替咱宣传啦。台湾语甲手国语无共，所以咱袂使怪外国人啦，台湾人咱家己爱去澄清，即摆嘛足侪台湾人嘛伫遐讲中国话嘛是台湾话啊，对无？为啥伊安尼想？比如讲，我嘛，我著已经住台湾住啊久啊，所以我嘛中国中国话变做台湾话啊。后盖若阁有人安尼吼，咱嘛甲讲啊，日本话嘛是变台湾话。你看人李登辉总统，伊讲日语较老呢。李登辉伊讲日语是较古里话呢，对无？所以咱嘛咱讲啊，日语嘛是台湾话。啊，过来咱也讲吼，越南话嘛是台湾话。对无？即摆足侪越南人，伊嘛摕台湾身份证，过来咱台湾住20-30冬啊呢，对无？安尼越南话嘛是台湾话。啊，若讲到这，因着袂使，迄日本话较会晓算台湾话，啊越南话较会晓算台湾，对啊？啊，若中国话是安怎算台湾话？咱着爱安尼甲拄转去啦。所以咱台湾人家己着爱较者爱较清楚诶，毋好拢共怪外国人。我着先安尼补充好啦，啊，毋知各位听众毋知有想到问题袂？多谢周教授，大家有问我问题啊吼，我即马头一个问题是讲，敢有即个大家对台语委员会有啥物意见？敢有法度帮助台语文的福建甲吹杀？就是台语委员会，目前是无啦吼，若是有敢有法度帮助台语文的福建甲吹杀？目前是有客语委员会，阁有原住民语的委员会安尼。好，安尼迄个我先简单回答啦我想台语委员会若阶段性，暂时我是讲有需要啦。当然，长久你若讲台湾独立建国了，台语是官方语言，当然迄个时阵咱无需要委员会嘛，因为委员会通常拢是少数族群嘛。毋过现阶段，台湾人讲台语虽然表面上8成人口是台语的族群，毋过咱是多数的弱势者啦，咱迄种淹起来啊，这前几年内政部嘛统计啊，即摆国校学生台语家庭，佫会晓讲台语的国校学生，差剩7%，剩7%的学生会晓讲台语尔啦，所以虽然人数多数，毋过咱即摆敢若袂输少数族群，所以嘛是有需要遐特别的预算需要。第一期间我感觉过渡期也是爱有台语委员会，上基本的啦。譬如讲即几冬来啦，咱要做台语，请的经费拢足少的啦，拢就给2万块、3万块的补助啦。若客家委员拢20-30万啦，原住民嘛是拢几百万的啦。甚至人迄新住民越南的凊彩的补助拢几若10万，拢比台语较济啦。咱要靠较济，伊讲无法度阮都无专门预算啦，对无？所以阶段性爱有，但是你若讲未来台湾独立建国用台语做官方语言，迄当时当然无需要啊。所以咱来分阶段性来甲看啦，这是我的看法是安尼。多谢蒋教授。再来是第二个问题是，请问3位日本翻译者在翻译台语的时阵捌拄过
上大的困难是啥物？我拄着困难有足侪，真侪。不过上大诶就是艺术在迄个书店嘛找无，迄个民政老师诶迄个台语是足有够练的，受过练的啦，所以嘛毋是一般诶台语，100%诶迄个口语是真济，所以查书店嘛找无诶艺术有真济，所以我甲迄个台湾诶朋友问看觅，还是甲迄个直接甲民政老师请教，安尼才会当知影迄个艺术诶意思。这是我拄着诶上大诶困难。安尼，谢谢。吉田さん。其实我嘛是共款啦，就是上大诶困难，就是伫店内底找无诶艺术，实在受济啊。即摆因为当兵人先生诶个性是真亲切，我嘛有法度就是甲伊直接联络，直接甲伊问，所以也有法度翻译落去。毋过若无，我应该我完全无法度甲即本册翻译啊。毋过我相时嘛感觉讲，这就是翻译台语诶时阵诶算是真困难诶所在嘛，同时嘛是真心实诶所在啦。因为经过翻译即本册诶经验，我会当甲当兵人先生伊会当做一寡交流，互我即个机会，所以这是困难，嘛是真趣味诶所在。我是安尼感觉。多谢，安尼请这个塔塔桑。我补充一下，我是做过迄个王金文牧师诶作品诶翻译啊，迄个时阵嘛是应该是共款诶感受。毋过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台语伫个社会诶逐个家长，还是讲年纪世代，还是地区诶无共，都会有无共诶用法。亲像拄吉田做教授讲着讲，迄个起笑诶笑，迄字伫个台语内底诶含义是啥物款？日语诶翻译做即个诶时阵诶含义是啥物款？这是应该有即个问题，所以就讲会使问到一个台湾朋友，嘛无一定是正确即个代志啊。所以会参考迄个作品诶，迄个就是头前后壁所以爱要看卖迄个作者诶想法要表达诶意愿，嘛是若是会当问到较了解迄个作者诶想法诶人。多谢。多谢三位讲者诶回答刷落去，阁有一个问题，就是毋知讲者对即阵日本 anime 就是翻译做台语版本诶即个品质毋知恁敢有看过无？就是最近就是有即款诶翻译，拢是日本 anime 就是用即个台语来配音即位想要问讲，对即个翻译诶品质。甲建议是啥物吼？我先讲，因为我可能上无了解上最近的
代志哦。我学台语的时阵是有迄个托多罗的台语版会使看，嘿，啊，即马是教育部嘛是翻，那亲像翻教育部还是文化部翻日本的漫画 anime 用台语配音啊，我是感觉足好诶。是嘛，我嘛有看过迄个客语诶，拢足好诶，感觉是足好。好，多谢，安尼说来去请，看是艾亚桑还是艾亚桑先好。我讲，我感觉，今年迄个袂歹啊，我有看过迄个《Spy Family》台语版，迄个啊个小丸子，迄个小丸子台语版嘛有看过，迄个因诶迄个声音甲迄个原本诶声音足像，迄个内容嘛真袂歹啊，我感觉因诶品质真袂歹。毋过我想若无啥物台湾才有诶物件，安尼就无法度甲迄个台语推广互全世界，安尼就我会当了解迄个对翻译做台语版诶迄个热情，安尼嘛会当了解。毋过若有迄个时间，还个热情，安尼就会使创作咱台湾家己诶创作诶迄个作品啦。我感觉是创作 original 诶，咱台湾才有诶物件，较有效果。我想是安尼，好。多谢艾亚桑，安尼咱继续请尤西达桑。我嘛有看过一寡迄种节目，我嘛感觉讲即马有即种节目是足好诶，对台语诶对推广台语足好。我嘛是对遐个工作人员足钦佩。毋过我感觉有一点爱改进的所在是就是配音的部分，配音的品质，我感觉也无华语版的遐尼精彩。当然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因为就是会当讲会晓讲台语的配音员是有实在真少吧，应该是，所以这是应该是无法度。毋过这个配音的部分是也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希望讲即马较少年有台语能力的少年人，较侪少年人来就是参加即种活动，即种工课做配音的工课，我是安尼希望。补充一下吼，若是吼翻日本的anime，翻做台文话吼，会有版权的问题，所以艾亚桑头拄讲迄个 Spy Family 看过啊，应该是伫台湾看，因为日本是无法度看，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我捌足侪作品，足侪台语的作品。对日本会使看会到。以上。我嘛补充一下哈，顺咱3位日本的友志，我针对这 anime 这做一个补充啦哈。当然，咱即摆要推广台语文，阶段上几啊种的做法哈，一个当然会当甲咱日本的真侪只漫画真好的只靠名来翻译哈。不过呢，这就是一方面。爱有授权啦，迄个版权的问题，爱开钱啦。咱目前教育部进前做的，拢甲得少几寸尔，拢较贵啊啦，其实拢较贵啊啦，所以迄就是咱拄则讲的，你也委员会啊，你也台委员会，你也有选啊，有啥人客家伊会当用
因为客家一档30亿的预算啊，伊足侪钱啊，所以伊会当去买版权的，然后去翻做客语的啊，结果咱台语的预算伤少啦，所以这一个是爱增加预算，咱去翻译。过来就是创作，阿上讲着，这嘛是真重要，就是讲咱爱多方面、各方面拢爱做，一方面透过有名的作品甲翻做台语，吸引囡仔去看，去学台语。一方面咱嘛爱创作，互咱的这创作者有活路。譬如讲，互阿仁、互陈雷，因遮真侪遮好优秀的作家呢，会当加较侪收入，因就当规工食饱，拢是伫遐创作就好啊，爱有遮的机制互因啦。这就是咱嘛是要有政策，爱鼓励去创作啦。但是咱即摆这方面嘛是共款，经费有限。你敢知影？像国艺会伊的补助。伊针对各种的创作的补助啦，有当时你用台语去请着，甲你补5万块、6万块啦。5万块、6万块，你家己爱搁贴几十万的，才会当去出版一本台语的创作啦。当然嘛是无够。伊若对着若是中文的、华语的好，经费规拖拉库的拢互因啦。若对着咱台语文的敢若袂输创了迄骨头，才等一个骨头要互咱创尔啦。无公平啦，真正是无公平啦，所以这就是讲阶段性，咱嘛是要有台语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即摆这个赖清德连年5月会就职，伊伫伊的总统的这个竞选的公报内底，伊嘛讲着要设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咱嘛希望伊爱承诺伊的政见爱落实，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若用落的时阵呢？台语文的资源爱加一寡啦，毋好搁伫遐讲1比1，台语1分，客语1分，原住民1分，新住民搁1分。我8成的人缴的税金也甲你伫遐1比1，无成比例啦。客家原住民本来就有预算的呢，伊这段搁另外搁要求你嘛1比1，所以变成咱台语预算相对来讲拢变是少数，这是足无公平的啦。所以这部分我是讲，大家爱持续甲关心，伊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中心，而且伊迄是中央该站的毋是地方的站，就是中央级的看伊是毋是落实来成立这咱大家爱去甲注意观察啦以上做这个补充。好，多谢四位讲者所来去的问题就是，请问咱3位日本讲者，日本人什么款人会对台语，也是讲这个台语翻译的作品有兴趣？来，我讲迄个先讲，因为可能是文学来讲，因两个较了解。迄个日本人要学台语的人是啥物款人？我伫个新田外语大学教的时阵，去年是8个人参加，今年是18个人参加，内底嘛是有去过台湾留学的人，去过台湾留学，伊先学中文去台湾留学，结果发觉到伊用中文袂当了解的人。都是最近台湾甲日本的进程嘛是教社会人士时阵嘛是台湾甲日本人的交流真济，即马真济台湾人嘛来日本食头路，所以嘛有足济日本甲台湾的男女朋友，还是讲翁甲某所以甲台湾人结婚的人来讲。台语是足要紧的语言。多谢安尼，请请这个阿亚桑。安尼我嘛即马伫大学伫教日本人台语，我有甲问过迄个因恁是安怎来遮学台语？因讲我讲会使分享我的迄个嘛有即个个人的
日本人学台语的动机，因讲迄个上大诶，就是想要甲台湾朋友，也是真正讲话。除了迄以外，因诶上大诶动机就是想要看台语连续剧、戏剧、戏出，啊个电影，是歌剧，这是上大诶动机。因讲迄个，因嘛，所以吼，对因来讲，迄个 streaming service 媒体诶迄个娱乐作品诶影响足大。即马吼，伫日本嘛会当看到迄个一个作品，拢看会到内底迄个台词嘛有真侪台语啊，所以即马真侪人对台语有兴趣。OK，先我讲诶，就是安尼，OK，安尼请吉田さん，请。对台语有兴趣的人，我想一开始当然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对台语嘛有兴趣。毋过后来伊对台湾的了解愈来愈侪了后，因为伊会发现讲，台湾人其实无啥在用台语伫咧日常生活内底。所以伊发现即件代志了后，伊对台语的兴趣反射会消失去啊。所以我即马伫希望讲，希望台湾朋友若是甲外国人、甲日本人接触交流的时阵，请你尽量用台语，就是掺一点仔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会当互因了解、互因感受到台湾人确实有在用这个语言。若是无这个感觉，伊对这个学习语言的动机嘛会消失去。所以我真正希望讲台湾朋友甲外国人讲，就是较侪台语安尼吼。多谢。还是补充一个吼，迄款的，他拄仔艾亚桑讲着讲，迄个网络顶会使看到的，迄个作品哦，作品内底嘛有好的作品，毋过嘛有一寡作品是可能是毋是要卖去中国迄边，就是要卖互中国人看的关系吼，中国话讲的比例较侪，甚至内底讲的中国话伫咧台湾的华语，中国讲法那亲像伫中国人伫讲的语序，用中国人讲的配合中国人讲的语序的，嘛有即款的作品，所以小可爱注意，因为有朋友会问讲伊足爱看台湾的作品，毋过内底是毋是台语足少？我只好讲，迄个作品内底乌道的人在讲啊，安尼足少，安尼有即个情形，所以台语的互人看到的部分，爱搁较积极推测。多谢。好，多谢刚才的回答啊！我个人有一个是问题，就是即个回应，就是伫咧教学现场啊，其实有当时要叫囡仔，就是讲台语的时阵哦，就是颠倒，阮甲因讲哦，迄个法国啊有开台语课，即个法国人去报名哦，逐班开，逐班都满哦，因就感觉讲。透有影，你讲的是毋是甲阮骗的？毋过安尼讲，伊就感觉讲，学台语嘛，改成无啥物无好。毋过头前你无甲伊讲，遮外国人咧讲学台语的时阵，伊就即个理由拢是，就是无爱学台语。因为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毋是无咧吹杀台语尔，就是伊即个
就是对台语的抹黑，其实是长期的进入你台湾人的头壳内啊。即遮个囡仔虽讲因较早细汉无去用压迫过，毋过伊就是感觉台语讲台语无好，毋免讲台语，咱讲中国语就好。即款的思考就是介济关系。所以日本人若讲台语，若是会当刺激台湾人，家己爱甲台语学较好势，而且是正向的互动安尼。我讲一句，我台语教室课，嘛欢迎台湾的留学生参加，啊，进前嘛有参加，今年嘛有参加。因甲阿公讲，阿公阿嬷讲的时阵是台语，毋过台语袂认得，所以来遮体验一下，安尼嘛有安尼情形。所以嘛欢迎，应该是真济台语班是欢迎台湾朋友来参观。多谢。多谢塔达桑的补充。安尼咱今仔日的讲座就先到遮啊。多谢4位讲者今仔日来甲咱分享啊。今仔日真正是就是学到足济，收益足济。多谢大家，多谢。咱线顶的朋友若是有想要参加台湾博览会的活动会当就是即个有一个 QR code 来参加咱接触落去就是逐礼拜、逐个月拢有伫线顶举办的活动多谢大家今仔日的参与今仔日咱讲座伫遮圆满结束多谢大家。